欢迎收听台语讲怪奇。咱今仔日要讲的是神秘的大石头建筑，嘛有人甲号做奇石文明。伫全世界真侪所在，无同的民族拢会用大石头去建筑物的文化。即款建筑物，因的路用有庙寺、有墓、有金字塔，嘛有一寡到即仔拢无法度确定是要做啥物用途的遗迹。即内底上有名的一个是英国的奇石阵，几十地的奇石排列做圆形，有4000年的历史。一般是要讲，这是迄当阵在做祭拜仪式的所在，毋过嘛无法度确定。埃及的巨富金字塔，相信大家拢捌听过。这是伫4500年前完成的建筑物，伊使用230万地的大石头甲塔起来。逐粒石头上无拢有2栋半。金字塔起好了后，是全世界上悬的建筑物，一直到700年前，这个纪录才去互超过。法国有一个卡纳克奇石林，这个奇石有超过3000地以上，毋知是照啥理路，佮排甲整齐，历史超过5000年，起造的年代比金字塔佮较久。其中有一寡古早时的墓，毋过遮大片的遗迹是为着啥物目的起的，同款无人知影。照咱现此时对古早人的认捌，4、5千年前的人类，大部分还在用石头做的工具。上好的工具，极价就是青铜。因哪有才调来处理遮大地的石头？而且因一定是有足强的意志，也是需求，才会动员遐尔济人来舞即寡代志。咱拄则讲的迄寡遗迹，伊工程的规模，就算是用现代的技术反射都舞袂出来。真侪专家就在想，地下药讲几千年前因是安怎做的？其实嘛，毋是现代人爱替因操烦，只是想到就毋甘愿。恁即寡古早人竟然有才调起这有诶无诶。嘿啊，就算讲阮无遐够搬石头，上无阮嘛爱知影恁是有啥物撇步啊。江湖一点决，讲话就无价值。咱即摆就来教大家安怎搬石头。头一个是英国奇石阵，趁落雪的时阵，用冰车来拖就好。超过9米、30吨以上的大石头，阁是寒人冷吱吱，若无细字，腰会闪着哦。当然嘛，毋是一个人家己拖啊，100个人做伙拖，佮加100只哈士奇。我算一下，30吨就是3万公斤，安尼人含狗做伙算，平均一个爱拖150公斤呢。100个人若无法意，叫所有的人来搬，装头装尾厝边隔壁拢总来交陪，顺耍练身体。你是当作别人拢用无代志哦？搬人无法度做事啊，无是要规工覕伫厝里看电视呢，爱加减仔运动啦。运动的方式真侪啊！古早人毋是定定去共占地盘，抢食物，佮杀人兼放火。你用讲的就较简单，迄出去是爱含人拼性命呢，要是搬石头较健康啦。去做奇石阵的理由是为了健康，这我真正毋捌听过。拖大石头真忝呢。若伤忝，拖到半路就甲等伫遐，明年才阁转来拖就好啊。不一定嘛，无人会偷摕。石头都袂当食，偷摕迄要创啥？啊，毋过你慢慢啊舞，工程毋得爱拖真久。也无得赶时间啊。若无，阁会当外包互专业的圣诞老阿伯。牵甲对遐去，先莫讲迄个时代，圣诞老阿伯根本都还袂出世。我问你，你敢有收过圣诞老人送你的礼物？无呢，敢是我无够乖？毋是你无够乖，是你老啊啦！哎哟，讲甲安尼，我本底是想讲，圣诞老人的冰车
再遐侪礼物伫天顶飞，搬一个石头小可代志。我若有迄台会当飞的冰车，石头我家己搬嘛会使啊。你连礼物都摕无，佮你孝顺人的冰车，食较歹啦。哦，找外包嘛袂使，啊无你较巧，石头你来搬看卖讲。好，安尼我来去金字塔，石头一粒2栋半，超过200万块，乌一条运河，用船来载就好。即招听起来袂歹呢，免搬甲遐尼忝。尼罗河本地就是每一冬伫固定时间拢会做大水，溪边的田拢淹去，无法度种田，用无代志做，就大家来耍石头啊！耍石头，练身体搁兼耍水，比拼性命抢地盘搁较健康吼。嘿，要放火嘛放袂起来啊！怎样放袂起来？就得淹水啊！是要安怎放火？是讲金字塔内底上重的石头超过100栋了，迄是安怎搬的？你想讲超过100栋，就真厉害。我甲你讲，古早的埃及人，阁有乌一块饭尖边，长度有42米，重量超过1000吨。1,000栋甲2栋半差足济呢，迄是要安怎搬啊？而且因在乌的时阵，阁顺线甲磨甲平平。先做时仔个敢有差？当然嘛有差，意思就是讲，我在乌的时，就已经想好爱安怎搬，而且我确定在搬的时阵，绝对袂去互卡着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是要安怎搬啊？你毋着紧讲。迄简单啦，找外包的，叫外星人来斗搬就好啊。敢会使安尼头一步，叫外星人来斗相共，毋是面对问题的方式啦。你阁敢讲？他拄仔到底是谁讲要外包互圣诞老阿伯？好啦好啦，若无即斗，就算无输无赢。咱拄则讲的即2个，就是趁无法度种田的时阵，来舞即寡工程。原说是要用即个方式，互参与的百姓有通食饱，而且逐工工课做甲足忝，才袂想讲要造反。就是惊人食饱伤闲，也是食袂饱会想要乱，想一寡出头来互因舞，算是一种统治的手段。咱一般拢会想讲，文明甲科技是一直在进步的，毋过嘛有可能因为天灾也是战争，人死了了，较早的技术无法度搁传落来。说摆，古早人做会到的代志，后来电脑线愈来愈退步，到即马看到迄寡古早时代的技术建筑，就会去想讲，敢会是外星人舞的？古早时有一个罗马帝国，足厉害，罗马人的建筑技术真进步，我相信大家拢捌听过。因毋拿世界去抢人的地盘，阁会吸收在地人的智慧甲技术，互因的文明愈来愈进步。因为希腊人迄边学到制作吊车的技术，因阁开始去研究发展。伫2000年前，罗马人就会当用吊车搬几十栋的大石头啊！讲到罗马人的建筑，大家头一个想到的，应该就是罗马竞技场。因为伫遐拍的电影足有名，阁有电视剧，即时通人知。形式伫黎巴嫩，阁有一个世界有名的巴勒贝克遗迹，这是2000多年前罗马人起的神庙。迄是一个足有名的世界文化遗产。迄个神庙的条仔有7层楼遐悬，踏伫条仔顶头的大石头，一块就差不多有60栋。2000年前的吊车就遮尔啊厉害哦！系啊，迄块石头顶面有8个孔，专家认为就是因使用吊车的证据。若一台吊车用一个孔60栋，安尼算起来，因使用的吊车一台会当搬7栋半。8台吊车同齐作业，这已经真厉害啊！不过，更较惊人的是，
庙西底站地基用的大石头，长度有22米遐长，重量上无嘛有800吨。你是要安怎搬啊？用100台吊车来处理，敢袂使？哼哼，迄石头长度有22米呢，你一边就爱放50台的吊车，吊车敢有遐细台？对吼，毋是用较侪吊车就较好呢。啊若无，因是安怎搬的？我问你，若是叫你去搬迄支条啊，你会安怎搬？圆形的条啊，我想一下，涂骹铺好平，用链的就好。巧哦，安尼若是800吨的石头，你要安怎搬？迄就毋是圆形的，无法度用链的，敢是爱找外包的？莫阁想圣诞老阿伯啊！伊若毋是圆的，就袂当用链的。安尼你甲变做圆的，就好啊。四角形的，安尼我伫伊4个面拢甲装一个架啊，将伊变做圆形的，就会当用链的，根本都毋免吊车嘛。嘿啊，吊车用来甲石头吊互悬就好，免用吊车搬啊。即个方式听起来介合理吼。即个理论我会当接受。毋过嘛是有人坚持，毋相信罗马人有才调搬遐大粒的石头，就咧要讲顶头的庙是罗马人起的，不过下站的大石头是5000年前，甚至是10000年前的古早文明踩伫遐的。罗马人做袂到，颠倒5000年前的人就做袂到，这个是啥物理路？我想应该是吼，就算是乌白讲，只要你讲了有趣味，就有人会甲你捧场。你若讲了伤正经，颠倒无人要听。有道理哦。我来提出一个理论讲，这个世界上无外星人，听起来就无啥趣味。毋过我若是乌白转，讲因安怎佮安怎，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外星人，安尼就会有真侪人来甲我起赞。嘿啊，若是拄着啥物古早时代的代志，现此时无法度解说，先落互外星人就对啊。水网是安尼讲，不过即款技术文明确实嘛是有真侪怪异。比如讲，QQ 有一个鹅要去你石阵，即摆专家确定，迄个遗迹超过12000年。啊，12000年？啊，毋着甲阿特兰蒂斯同一个时期？迄个遗迹的规模嘛是足罕古，而且你爱知影，迄当阵的人类还阁袂晓种田，因食的物件就是去拍蜡、挽果子，哪有才调饲一大群人，用无代志去搬石头？这听起来真正有够怪奇。你搁线落讲，我想要听。大家若是有趣味想要听，爱会记你甲阮主文斗相问。我是阿金人，我是高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咱后回再会哦。